有人話算命可以改運嘛？算命好準咁又點啊？點樣可以改善自己嘅運氣同運勢啊？八字算命有3個重點：扶益、調候、通關。例如冬天出世，水旺火弱，如果命帶火，資源多，屋企人幫助你，朋友幫助你，財氣唔錯，運勢唔會太差。傷官重嘅女人最驚嫁唔到幫妻嘅男人。仲有克夫命嘅嫌疑，用印星制傷官，用財星生泄傷官嘅傲氣，用喺工作度就避免因為傲氣而凌駕丈夫、欺負上夫、克上夫嘅事業，將事業嘅領導能力、聰明才智發揮喺事業，運用口才好、創意高、靈活變通。傷官配印、傷官生財都係好好嘅格局。用邊種方法改名？睇大運邊一年嘅十神嘅助力最大，而另一半嘅命格有冇五行互補。成日都提醒大家行善積德，真係有用㗎。有人話命冇錢點捐錢啊？其實現代人嘅生活比起以前富裕得多，容易變得慳貪，唔捨得使錢。錢好似係幫人，其實係幫助自己減少慳貪嘅念頭。用愛去取代恐懼。人生嘅價值係提供別人嘅幫助，而唔係自私自利。唔好為所求嘅嘢而去做，反而係誠心誠意去無私奉獻，去幫助別人。善心雖然睇唔見，但如果你有仔女或者下一代，佢哋會得到你嘅善心善意，會庇蔭到佢哋嘅生活都會因為你嘅積善積德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。